根據現時政策咧，領取傷殘津貼嘅長者，如到內地養老安老，佢哋咧係於付款年度內需居港不少於60天，否則咧其津貼額咧將被扣除。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一、過去2年有多少名申領傷殘津貼嘅長者收到離港快將超出寬限通知書，以及有多少名收到該通知書嘅長者被扣減除津貼？政府是否了解該長者超出離港日數限制嘅原因？如是，有關原因嘅分類為何？二、為協助申領傷殘津貼嘅長者到內地安老，當局會否考慮豁免佢哋嘅離港日數限制，使他們喺付款年度內無需居於不少於60天？或考慮完善現有廣東計劃及福建計劃，將申領傷殘津貼嘅長者納入該等計劃？如會，詳情如何？如否，原因為何？及三、鑑於行政長官喺2024年施政報告中表示，將會資助選擇赴粵養老嘅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受助長者入住指定嘅粵安老院，資助金額為每月5000元。當局會否考慮讓領取傷殘津貼並選擇赴粵養老嘅長者獲得同等資助？如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多謝主席。主席，我係提出呢個提問嘅係源於係確實有香港嘅領取緊殘疾傷殘津貼嘅長者向我反映嘅。咁其實大家要明白攞緊傷殘津貼嘅人士其實佢行動不便嘅，佢可能需要一啲活動比較大嘅空間啦，同埋係需要有人照顧嘅。如加上佢仲係長者嘅話其實係要特別嘅呵護嘅。咁其實而家我哋成日講推動跨境安老，頭先局長喺主體回覆裏邊都講到啦，需要有一個嘅醫療嘅認證去幫佢睇下，仲係咪符合領取呢一個傷殘津貼。但係我哋成日都講啦，我哋醫療券都可以喺內地嘅三甲醫院啦，或者係港式醫院可以用的時候，係咪都可以容許領取緊傷殘津貼嘅長者啊？我講長者可以喺內地嘅醫院去揾醫生去做一個嘅評估，係咪可以符合領取翻香港嘅傷殘津貼？當然啦，評估嗰個嘅機制其實可以由港府特區政府係俾到內地相關嘅醫院，按照翻個標準去做一個嘅評估，以便係咪符合繼續領取。咁所以最後可以幫到呢一班唔需要佢哋特登又翻嚟香港，為咗呢60日要喺香港跑呢個 KPI 領取翻呢一個傷殘津貼嘅長者，可以繼續得到呢一筆嘅對佢嚟講好重要嘅福利。多謝主席。局長。主席，多謝李議員嘅問題。我可以理解有市民可能有咁嘅想法，但係就我哋去好謹慎地去管理好同埋做評核領取傷殘津貼嘅資格我哋認為仍然需要由翻喺香港嘅醫生，即係話我哋衛生署或者醫管局下面公立醫院嘅醫生做一個評估，呢個係至關重要嘅。因為如果咁樣安排一就確保咗個質素啦，第二亦都牽涉嘅一致性嘅。況且如果有任何問題出現嘅話由香港衛生署或者醫管局嘅醫生去做評估我哋係有辦法係作出一啲跟進啦，同埋同佢聯絡嘅。但係如果個醫生亦都唔喺香港，亦都唔喺香港受管制嘅話我哋覺得就唔係太適合。多謝主席。